继续来到高雄，当地真出名的瑞丰夜市，嘛得要互病毒拍败咯。即摆毋是平常时也无人尔，到参假日嘛是无几个人，人潮甲业绩拢落4、5成，摊贩所赚的钱根本就无够纳租金。3月底租约就要到期咯，有真侪摊贩讲无爱阁租咯。管委会讲，这波的退租条，恐惊会使得瑞丰夜市减300担。夜市的人潮是吵，有人客都有钱通赚，佮较忝嘛无要紧。南部上清的瑞丰夜市啊，来到高雄一定爱来佚佗。但是即摆外国人客无要来啊，台湾人嘛较少出门。原本上清的夜市啊，即马煞变成即款模样。迄群时啊，伫路边的人是剩无几下，摊商店嘛除了无聊，更加无奈。到现在降4成，原本可以赚1万的，只剩下5000。行无几步，恁就发现，这间无开，迄间嘛无开，无人客归去了，莫去排啊！夜市的管理委员会真嘛头壳摸咧烧，对4月开始连续3个月合约，就算租金拍8、5折，租大的情况也是真歹。到的绝对差不多也在1/10，可能会比预计的还要恐怖吧。瑞丰夜市有真侪外国的美食，但是受到疫情的冲击，介这特色可能嘛看袂到。那也有很多摊商会希望说，我这一期不摆，那下一期再继续摆，可是这是一个恶性的感觉。哎呀，搞不好这一期出去，下一期就不会再进来了。高雄第1名的夜市啊，嘛挡袂牢，即马会当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提出更加多刺激观光的政策，啊无这摊贩若拢走去，一切都拢袂赴啊。